再拢差一点嘛，啊，你要回家倒一档。这是规比才贵啊，你假头发哈！太。由邱泽、徐元宁主演的爱情喜剧片《当男人恋爱时》释出最新片花。然后你起码是个差偌济啊？就我最近又看上一个包啊。这露露在片中是一位超级拜金女，买东西买到欠债而下海兼差。是当我那边拍不就当的呀？真的就是开心那人耶，跟邱泽演戏耶。可接下来就 no 完蛋了。缇娜因为2个人有亲密的那个啦。做全身去角质，果酸焕肤。有没有想到说第一次演电影就是演这种很跨制度的，所以就会跟导演说，我才刚踏进电影这个门，没想到门就整个打开了。开了，本来尺度是会更大，还是说本来就是这样？本来就是这样。因为我们有好几个集。那你在上面，然后这个在下面那一场，你聊了大概多久？就那是多久？我每颗看它结束都是流大流汗。除了精彩床戏，片中也有不少恐惊的视帝后加持。粉红猪中心林氏就派讨债公司的老板。我在里头饰演就是蔡姐，她其实是一个蔡妈妈互助会，讲起来很好听，但其实就是一个在菜市场里头会去借人家钱跟讨债的大姐，然后下面有一票小弟。邱泽饰演的阿星也是他的小弟之一。他对我而言其实没有到平起平坐，但是其实我也是尊敬他，因为他可以帮我解决最多事情。有一场戏很有趣，他要离开这个工作环境，我们不是男女朋友，可是那个东西就是我那么疼爱的老弟，你居然为了谈恋爱，然后背叛我这个阿静。你喜欢我对不对？你喜欢我什么？我其实是会吃醋的，然后天长得漂漂亮亮的，身材有很不爽。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我是演阿星爸爸这个司机。这个陈爸跟他陈对话会比较巧，用骂的来关心对方。你就80块离婚，我讲这个笑死，糟了，性格快。金钟视帝蓝鬼华子饰演阿星为哥哥大为。他在戏里面其实就爱讲大声话，较浮夸，咱台湾讲恶吧。表面上看起来是对这个小弟感觉伊拢无咧做工，规工去外口浪溜连安尼。连蒙连，不过伊嘛是爱这个小弟。你跟我出来，一次一格涂满免还。只要吃饭就可以了吧？还有一项上重要的啦，那个啦。